頂姊妹，今日係2026年40日大齋期嘅第36日，已經進入咗向聖週嘅裏邊。今日默想基督嘅犧牲，主題係苦難中仍信服。請聽上主嘅說話，喺路加福音22章44節。耶穌極其傷痛，禱告更加懇切，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先安靜，預備自己嘅心靈。我哋一齊禱告。主啊，你係我所愛嘅，我願意跟隨你。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們。邀請你繼續安靜，慢慢深呼吸，預備聆聽主嘅說話。你可以為自己嘅心祈禱，求主引領你嘅心投入響默想嘅裏邊，親近佢，開放你嘅心田，柔軟你嘅心田，讓話語植根喺你嘅心裏邊。跟住落嚟係經文默想，我哋透過路加福音22章39到46節嘅經文默想基督嘅犧牲。我將會誦讀經文2次，你可以合上你嘅雙眼，或者望住熒光幕上面嘅經文，細心嘅去聆聽。路加福音22章39到46節。耶穌出來，照常往橄欖山去，門徒也跟隨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要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於是離開他們，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，跪下禱告，說：父啊，你若願意，就把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穌極其傷痛，禱告更加懇切，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。禱告完了，就起來到門徒那裡，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着了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為什麼睡覺呢？起來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留意經文中間有邊一啲嘅字句特別嘅吸引你、提醒你，可以多加嘅留意，並且向主去禱告。路加福音22章39到46節。耶穌出來，照常往橄欖山去，門徒也跟隨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要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於是離開他們，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，跪下禱告，說：父啊，你若願意，就把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
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穌極其傷痛，禱告更加懇切，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。禱告完了，就起來到門徒那裡，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着了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為什麼睡覺呢？起嚟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繼續默想經文，重複去留意經文中間呢一啲嘅字句，特別去吸引你、提醒你，邀請你向主去分享啊！弟兄姊妹可以默想以下嘅內容，細心嘅聆聽。選擇信服係神俾佢兒女最大嘅禮物。當始祖亞當被造嘅時候，神就樂意按住自己嘅形象，賜俾人類有自由意志，讓人能夠選擇喺自由中愛神、聽從神。雖然全知嘅神已經曉得人將會叛逆，卻以測不透嘅愛去為世人預備救恩，並以佢兒子嘅生命教導我哋去過愛神、親近神、順服神嘅生活。神子從起初嘅時候就順服咗天父嘅意旨，佢嚟到世上嘅目的就係為咗做贖罪祭，挽回世人同埋父神因為罪而斷絕嘅關係。佢亦都順服以謙卑嘅肉身嚟完成拯救計劃。佢順服
以受難同埋死亡嚟擊潰罪惡嘅權勢。佢信服聖父嘅指示同埋時間去走每一步。佢雖然尊貴，卻係甘心樂意嘅犧牲。佢雖然聖潔，卻靠近卑賤同埋污穢。佢向我哋示範咗一種世界不配有嘅榜樣，宣告咗神國嘅精神同埋榮耀。然而主嘅德性付出咗極高嘅代價，面對救贖嘅使命，佢嘅靈裡曾經極度嘅憂傷，跟住要負擔歷世歷代嘅罪惡，將會被父神離棄而感到軟弱。佢喺極其傷痛嘅情緒底下，仍然走向十字架。喺佢力不能勝嘅艱難當中，堅持對神嘅忠貞。佢嘅信服都係喺苦難嘅當中，不過仍然揀選父神嘅意旨，從來未以血氣之勇行事。因為耶穌走過十架嘅道路，嘗試過試探嘅痛苦，所以佢能夠體恤我哋喺患難中嘅掙扎同埋苦楚。雖然仇敵仍然試圖去毀壞我哋，然而越係喺軟弱無助嘅光景裏邊，我哋嘅信服就將越深嘅去經歷主嘅覆蓋同埋能力。十架嘅大愛同埋德性都將令我哋進入響父神榮耀嘅同在裏邊。弟兄姊妹，喺你嘅生命當中有冇啲因素阻礙你去信服主呢？喺信服嘅功課上邊，你需要學習同埋操練邊一啲嘢呢？邀請你繼續安靜去默想耶穌嘅信服，喺我哋患難嘅當中、掙扎嘅當中，耶穌都係咁樣走過。耶穌嘅榜樣點樣成為我哋嘅借鏡呢？邀請弟兄姊妹可以以禱告嘅心去回應。
弟兄姊妹，我哋同心一齊禱告。親愛嘅主，當我面對掙扎、軟弱、痛苦、患難嘅時候，求你幫助我不憑血氣行事，乃係更多嘅信服你。求你幫助我喺信心中行事為人，喺艱難中見證你嘅真實同埋同在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。